失传100年的绝学降龙18掌再现江湖。可让张无忌等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施展降龙18掌的并非丐帮弟子，更非是降龙18掌的代表人物萧峰和洪七公以及郭靖，而是被武当除名的宋青书。但见宋青书汇聚全身内力，打出一招亢龙有悔，强大的杀伤力瞬间就将丐帮8代长老拍死。宋师哥，怎么会江湖失传的武学？还有哪位英雄来赐教？明教白眉鹰王。就当宋青书即将与白眉鹰王大战一场之时，宋远桥却站了出来，拦在白眉鹰王面前。白眉鹰王见此秒懂，当即退了下来。只因同为父亲的他明白，宋远桥这是要清理门户，阻止宋青书继续杀戮。武当宋远桥前来领教。面对宋远桥的挑战，周芷若只是冷笑一声，只因他知道学会整套降龙18掌的宋青书早已脱胎换骨，在场众人鲜有敌手。可让周芷若意外的是，宋青书在面对宋远桥的攻击时只闪不攻，即便宋远桥招式破绽百出，被宋青书擒住，宋青书却依旧没有痛下杀手。见宋青书优柔寡断，迟迟不愿出狠招，擂台之下的周芷若再也忍无可忍，抬手9阴白骨爪使出，将宋青书甩出擂台的同时，准备亲自出手解决宋远桥。宋青书见状，连忙下跪求饶，希望周芷若能手下留情。如今的周芷若不仅学会部分九阳神功心法口诀，更是将9阴白骨爪修炼至大成。此时的宋远桥要挑战周芷若，仿佛鸡蛋碰石头，必死无疑。但见周芷若率先出手，他身法鬼魅，出手狠毒，而且招招致命。众人见状不由大吃一惊，他们没想到峨眉派竟藏有如此邪恶的武功。峨眉派创派祖师郭襄女侠，外号小东邪，武功中若带3分邪气，却也不足为强。宋远桥虽是武当七侠之首，他武功极高，内力雄厚，然而在面对9阴白骨爪大成后的周芷若却被打得节节败退。张无忌见大师伯有危险，正要出手，不料却遭到白眉鹰王的阻止。毕竟江湖规矩，擂台之上生死各由天命。片刻后，却见宋远桥被周芷若一掌扇飞至半空，命悬一线之际。危机时刻，宋青书舍身相救，为父亲挡下致命一击。原本可以躺平拥有一切的宋青书，最后竟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。宋青书被周芷若打死后，张无忌再也坐不住。张无忌，你终于出手了！为了义父，我张无忌只有得罪。很好，记得我说过的话，我要亲手杀了你。